在影响中南部菜市霜冻严重，西螺果菜市场菜价起上悬，互人唔愿买，但又搁落到1公斤67块。新北树林有查甫人拿枪互电电着了后，引起火烧山的意外。消防到位的时阵，发现男性明显死亡，详细的原因还在调查。8月23日3公投，民众党全国催票，民团也发起反对重启游行，明仔载下晡对台出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先来关心的是，这新北树林的大东山观景台呢，昨是传出有一个查甫人拿枪互电着了后，煞引起火烧山的意外。这消防局是赶紧派人去救人甲拍火，也毋过呢，到位的时阵，所发现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也那详细的原因，即马警方还在调查。山林大火，抑阁一直听到手机烧甲爆开的声音。警消赶紧由水线拍火。新北市树林区甲龟山区交界的大洞山，14晚暗6点外发生火烧山的意外。消防局接到报案，派16台消防车加37位消防人员来拍火。山区现水源比较不足，那我们消防人员必须以徒步布线方式，一路布线到山头上。那另外火点因为有飞火延烧到2、3个山头，所以火势的范围非常的大。对边的山头看落去，火是愈烧愈大。报案的信上的女子讲，伊甲20岁姓谢的男子来大洞山耍。这个查甫人敢若是为了要翕日头落山的镜头，毕竟伫电塔吸到高压电，自15公尺远的电塔顶头摔来，当场无性命现象。这个查某看到惊到，赶紧报案。吸到电迄当阵引起的火势，咱个涂骹的草包啊，规个烧起来。互供电线路跳开，2号停电。我们的线路确实有受到一些这个电一跳脱啦，一般的电塔离我们的地面都有一些固定的安全距离，布调塔比较确定之后，我们才能够掌握到它其实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台电断电抢救，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火尾已经拍花，详细死亡原因，同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摆的即个诈骗的手路呢，是直直的翻新。伫咧南投县的顶个月是有办一件假房地产投资的诈骗案，有民众是贷款200万交予诈骗集团，落尾才发现是互人拐去。警察局是提醒民众，这世间无迄种稳赚袂了的投资，而且若准是利用你的口罩，甲资金转入又搁随转出来，安尼大部分拢是骗局。科技进步 ，AI 深度伪造技术，甲假房地产投资变作流行的诈骗方式。顶个月南投警方就接到一件报案，民众咧面册看到宣称稳赚袂了钱的投资，加入来群组了后，对方爱伊下载投资 APP， 佮介绍中人替伊用厝贷款200万块，去买飞机回备，后来发现一切拢是骗局。诱导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那这个投资群组啊。就马上问讲吼，你有啥物财产哦，会当摕来投资吼，就甲伊的吼房地产啊，本来就有贷款啦，过去吼2胎的贷款吼，借200万出来吼，佮摕互这诈骗集团吼。警方表示，若听到不动产介绍比行情更较低，一定爱查证地主、厝主的身份证、甲权证等等。另外，若有熟悉的人敲视新电话要借钱，应请伊摇头看面敢会无去，卖当用双方拢知影的代志来确认是毋是本人。比如说，它的市价可能是一坪要50万，突然他卖给你20万、30万，这个7个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然后最好是到最后是确定他的身份之后，他才有办法去代表这个不动产的主人，能够跟你谈买卖。根据警方统计，南投县今年7月份受理诈欺件数有269件，财损9516万块，其中假投资诈骗就有50件，占上侪。另外是假网络拍卖，甲假赢交朋友骗人投资。南投警方呼吁民众拄到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也是一控报案。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有供电业者是按算伫中华大城乡内来开发一个太阳能的发电设备，当地人是真反对，所以组一个自救会来抗议，希望政府会当同齐来守护农民趁食的田园。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这地方的心声因拢有听到，面对这供电的开发案，会严格来审查。守护家园，反对供电。
大城乡的农民甲居民组成自救会，伫中华县政府头前大声喊口号，反对农地开发耕田，希望政府替因守护碳食农产。哪会当留互阮种做啦？啊，一个咱清气的土地种出来的物件，大家嘛较敢食啦。我们村世代都是为农的，业者一句低地利的推辞，就让我们的优质产地变成那些不好的地。有耕田业者按算伫大城乡的丁庄村40公顷的土地，申请采50米加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但是自救会指出，目前中央并无公告实施大城乡低地力耕田示范区的计划。耕田业者说，伫这个月初5办说明会，讲是为着配合政府的低地力政策，要来开发地面型的耕田场，根本是欺骗的行为。中央还没有公告，但是我们今天有看到有业者要来送件，甚至来办说明会。我们希望县府能够来协同，然后来支持这样不划设的这个诉求。按照电业法的规定，就是讲以筹设许可，过来就是爱施工，再取得电业执照。筹设许可前爱办说明会，所以地方政府家根本就无收到，要台北就讲无收到。县府说明，大城乡339公顷的低地力耕田示范区是中央月设，目前暂缓实施。县府者嘛无收到业者的申请案，并对耕田开发拢会严格审查，做好监督。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通过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这当照特别扣除额每年5月报税时阵是提悬到18万。目前需要当照的人呢，一个人一档是扣12万。即马调查立委所认为讲，这已经无符合现主时这当照的需求，所以决定每年报税时阵这扣除额会调悬至18万块。财政部是估计讲，拢总是会有超过30万的申报户受惠。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劳工退休的新制呢，是自2005年来施行，20年来煞无对这个时代的需求来调整，这是损害到劳工的权利。即马是有劳工团体针对劳退的制度来提出6大诉求，因是指出讲，希望政府会使来检讨这个制度，互无共产业甲无共年纪的劳工拢会当得到保障。退休保障6大缺口，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劳工团体提出6大诉求，因指出，劳工退休新制自2005年施行，但是这几年来物价指数就压悬27%，制度煞无对咧调整。其中劳退制度规定头家上少爱拨6%的工资来做劳工的退休金，但是经过20年拢无调整，希望未来会使调整到至少15%。基本工资都还有基本生活所得大概要3万5才够，但是他们呢，平均劳保按照统计处的资料，平均劳保领了1万9，从6%调到15%以上，而且15%以上还算是低的，一定要调到跟旧制差不多。另外，劳工团体嘛指出，因呼吁政府爱保障各种收入的劳工，针对收入较低的劳工，嘛应该有上低退休金的保障。现在其实已经有超过半数的退休劳工每个月是领不到2万块的，这个情况其实会让大家这退休劳工很难维持他现在的生活的。那尤其是在这个秦岭的这一部分的劳工里面，女性劳工更是占了60%。劳工团体表示，劳保的新制度也有真侪需要调整的所在，包括113年已经有超过3成的人伫投保薪水的顶限，希望政府会使调悬年资和薪水的限制，嘛要继续调整制度，让劳工的权利通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记者桂宗林、曾春佑台北报道。顶届的丹那市洪泰甲大水户呢是升到中南部，即马立法院会今仔日是来三读通过洪灾特别条例，这预算是增加到600亿。苗栗以南甲花莲台东是拢总有12个县市是适用的。另外，这饮水50公分以上，除了水灾救助以外，照这特别条例一户会当分2万块。丹那市台风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丹那市洪泰甲后续大水河升到苗栗以南甲东部，立法院会15制定三读通过丹那市洪泰甲728大水河灾后复建重建特别条例，预算的规模为原来行政院办草案的560亿，提高到600亿，纳入农业、水利设施甲电力等真侪项重建项目，明定专款专用。我们中央补助给地方，这是要救灾的复建的这个整个复原重建的钱，
一定要依照目的跟项目，不能够有任何非法的这个挪用。无论是嘉义、台南的民众，他们还住在这个帆布遮盖的房屋当中，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秉持重塑的原则。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施行期限到明年12月31日。不过，灾区复原重建项目包括农业设施、电力系统、自来水、雅士甲燃气设施等9项，是施行到2027年12月31日。适用范围包括苗栗以南甲花东，拢总12县市适用。真久，无看到咱这届这么协和、这么拍拼、这么有效率的来通过这个案件。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因为水灾地区住户饮水的救助无受门牌一户计算，饮水50公分以上的，除了依照水灾灾害救助种类甲标准发放救助以外，依照特别条例，每一户发2万；若是有低收入户，也是中低收入户资格者，每一户发3万。行政院嘛承诺会遵守附带决议。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接续2粒风台呢，搁落大水雨，予中南部菜市山区是受灾真严重。这中华西里果菜市场平均交易价数1公斤呢是来到买72块，这是创历史的新高纪录。所以一寡业者呢煞唔愿买，这等到予菜价起了又搁跌落，昨的平均价数是来到1公斤干那67块。受到丹那市风台甲7月28大水雨严重损断中南部菜市山区，不将真侪菜园搁咧整理，地区菜量少，价销唱。13西里果菜市场平均交易价1公斤共卖72块，创历史新高。不过风台了后，因为承销商买意愿增加，整体菜价是落价。客户伊嘛买无啥落，啊，即摆就是爱介绍，互了较稳定咧，介绍较稳定咧，爱互因接受到有法度买。不 K 的落了啊，所以市场机制啊，也是加上慢慢天气慢慢比较回稳了，所以价格会一定慢慢回下来。西里果菜市场表示，受到7月份风台甲大水雨影响，西里果菜市场当日的交易量干那剩500-600吨，平均的菜价对8月初1每公斤43块，继续起到72块新纪录了后，则是平均价数是85块，不过每公斤67块也是真悬。杨柳台风走后，那个你们对本地产区没有什么影响价格就自然回怼。启动了我们的蔬菜优惠措施，来便利我们消费者选购。那这个部分，我们辅导农民团体结合了全台的全联、大全联、爱买等连锁生鲜超市卖场。为着应应这波较贵的菜价，农粮署对10月开始，伫全台湾全联、爱买等超市大卖场推出较俗的高丽菜专区，一粒高丽菜唔免90块，也提供真侪项菜色予消费者选。农粮署也讲，用柳风台落雨是集中伫台南以南，因若伫北部甲中部，这种有叶仔的菜色山区影响较细，按算伫8月下旬会当陆续采收种市，菜价就会渐渐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有个要来修正中国人士申请伫台湾定居的办法，这当中呢是要求因得爱加护照。这中国国台办是批评讲，这款广泛的因要来追究法律责任。因那咱陆委会是讲，这款做法呢，就是要来恐吓中国的配偶。另外，在中国今年9月初3是要阅兵，而且来举办抗日战争的相关活动。咱陆委会是呼吁政府和相关人士唔通去参加。对于中国籍人士在台申请定居，内政部有个修正许可办法，未来爱交中国护照放弃证明，还是将护照家己加一格，无去使用。中国国台办对修法，搁一摆去批评，也毋过陆委会用的表态，绝对依法行政。对于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有关组织和个人，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你要加入中华民国国籍，那你就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令。国台办昨天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在恐吓啊，我们表示谴责，但是我们会照我们的法令走。修正办法中，若是要为中国籍恢复咱国国籍的身份，过去要配合中国统战宣传的人，陆委会强调，只要把违反反渗透法还是国安法，拢会影响。中国特别伫9月初3军人节进行大阅兵加抗日纪念活动，副主委梁文杰也提醒，这是对华想要取得国际的决议权，严禁各级政府、甲巴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加国安机关的人士参加。
假如有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附录参加，涉及与陆方从事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主管机关将依两岸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裁罚。馆长之前预告说，他也想去93阅兵直播。那如果有网红要去直播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一般的民间人士，目前的规定里面我们并不会去禁止他。不过部分艺人到中国发展过去配合对华官方发布政治表态言论甲图片，陆委会已经甲文化部组成查核小组，锁定20位艺人，要求说明。10几份有回复的，我们会设定一个时间点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回复的话，那就视为你不回复。政府已经尽到有告知你要来说明的义务了。但赔偿敢是个人行为，还是经纪公司操作了后，陆委会表示，真紧就会依据客观事证进行裁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个中国的查甫人呢，防指控是用中国律师的身份替人拍官司来辩护。今麦呢，对方的律师已经提出抗议。台中地院是表示讲，这个讲家己是中国律师的查甫人，其实并无台湾律师的资格，而且嘛无相关的证明，所以检方已经分案调查。律师穿法袍，徛伫法庭表达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毋过一旦出庭辩护，袂当干来靠律师证。台中地法院13审理一件民事官司，其中一名的诉讼代理人，互人指控是中国籍的律师，引起争议。他明明就是在律师事务所里面，他一直主张说他是被告公司的法务人员，本来也是以为说被告是委托他来进行，比如说谈判啊跟协调，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他这样真的跑到台湾来开庭。蔡坤洲做台商的委任律师控告对方奥地利公司为对方委任律师假作是公司的法务，做诉讼代理人来台，违反咱国法令，当场表达反对。台中地法院回应，因为涉案的中国籍查甫人无法度证明法务的身份，所以也无许可代理，开庭就无进行。刘姓男子表明系以受雇于被告之法务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未能提出相关的佐证。审判长未许可其代理，命刘姓男子补正资料。民事事件是稳准伫符合相关限制，一旦有非律师资格人担任诉讼代理人，经过民事查证，涉案查甫人申请入境原来有附法定通知书，注明伊是诉讼代理人。不过专案上大争议是涉案的查甫人法务的真实性，因为依照法规，若是无台湾律师的资格，拢袂使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辩护。只要涉及台湾法律相关的事务，他是不能够在台湾执行相关的律师业务。我们核准来之后，他唯一能够执行的是涉及到他自己取得国家律师国的这个律师的相关的法律事务，或者是涉及到国际法上的律师事务。是任贴文所指之不详诉讼代理人设有违反律师法之犯罪嫌疑，今日已主动分案，指派检察官积极侦办。根据陆委会资料，牵涉到两项诉讼中国人士申请来台案件，去年有80多件，其中一个中国姓刘的律师是以这个案公司的顾问申请来台，即马这件风波，检方嘛主动分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中华统促党主席张安乐的后生张伟呢，开旅行社，也毋过这公司的资料煞无老实，伊互人指控是侵占上千万的钱，落尾互人判一档。也毋过后来这检方所发现讲，这张伟呢是弃保逃亡，伊的老爸张安乐是回应讲，这后生应该已经离开台湾。看起这个案件不被调查，统促党总裁北农张安乐第一后生张辉，因为开华夏大地旅行社被控诉侵占公司的钱，地检部侵占罪部分，被最高法院判刑1年6监，限制出境。不过北检进前通知高限执行，发现伊伫宣判进前已经弃保逃走。应该找到应该的了，应该就不在台湾嘛，他不会拨那军机关或者咽不下这口气嘛。敲电呼吁，结果进前无得到回应。张安乐是表示，后生不好被判有罪，无愿意接假。北检已经发布通知，同时申请募集50万保证金。不过面对国内弃保逃走状况真多，在当罪被告部分，司法院咧建议安怎司法来防止。
那现在我们大概有一个比较替代的想法，是说宣判时可以命被告到场嘛。如果你宣判上一定的刑度以上，那我们就说，那你就要下来科技监控。其实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结束之后，虽然有做修法，但现在看起来落实就是还是很多状况，在人权保障跟这个防逃之间，怎么样找到一个政策上面的解放？这个权衡考虑是需要院部跟民间团体大家一起要坐下来讨论的。而国宝集团总裁朱国晴连日报喜政负责人将问题顶真济大卡被告连续逃亡了后，起步盗走问题，佫一摆受到关注。虽然司法院已经咧释法，不过法案赶袂赴伫这个会期送入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即马这拐钱的方式已经愈来愈变巧啊！伫咧台中呢，这警方是查到一个姓杨的嫌犯，伊和工程师合作，去摕到国外被害者的信用卡的个资，再佮用家己所开发的软体来录人的卡片，这前后后加起来已经赚2000多万。落尾警方是照诈欺等等的罪嫌，甲20多人依法送办。警察日去到即间透天的，第2日发现嫌犯。因为我们案一是你的保持什么？警方去抓人，即个穿乌衫姓杨的主嫌，甲外国的诈骗集团合作，摕到外国民众信用卡的个资，再佮找外国停息的工程师，设计非法行动支付的停息，再佮绑定因偷摕信用卡资料，伫全台湾各地百货公司甲店头偷入别人的信用卡。是从境外取得国外信用卡的资讯以及非法程式。把这些东西装在手机上面，那随即呢前往店家感应刷卡，那利用这个非法的程式去欺骗刷卡机。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犯案，因甲偷入别人的信用卡买来的商品或者是精品，会阁转卖出去。警方估计不法锁定差不多2000万，上济捌估一天就入400万。今年年中有银行的风控部门发现有各样，所以甲警方报案。线上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信用卡，或者是使用完之后直接把它删除有储存密码的相关功能。比较喜欢去 ATM 去处理，或是临柜去处理这样子，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比较有保障。警方表示，这是国内头一个智慧型刚投入信用卡的集团。受害者大部分拢是美国甲日本信用卡的使用者，警方甲这个姓杨的主嫌，甲下底共犯等等20个人，以诈欺、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移送台中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8月23日3公投，也就是后礼拜六就要来举行啊！这民众党呢是来启动全国的催票，吴国昌亲身出来争取民支持。针对这互人质疑伊改变立场，吴国昌是表示讲，伊主要是咧应应这国际的环保甲科技的趋势。也那这民间团体明仔也会发起一个反对中客的游行，下晡对台大出发。823展开核酸公投，剩最后8天，民众党开始全国大清扫。党主席吴国昌带党公职为新北市会前出发，骑上战车争取民众支持。民进党过去错误的能源政策，让台湾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蹉跎了，我们更不应该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把这一个重要的议题再次的交给台湾人民来加以决定。互人质疑对核能立场改变，吴国昌表示，是因为目前台湾面临国际精灵碳排的趋势，加 AI 产业发展需求，民团嘛会发起反对展开核酸的游行，拜六下晡为台大出发。我今年20岁，所以我很关心这些可能活得比我还很久、更久的核废料，它最终到底要去到哪里？各位朋友，核电不是万灵丹，而我们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减煤。是增绿，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电力需求，就把这些风险推给未来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下一代。进前伫公投意见发表会，请吴国昌的20岁少女黄阿欣，搁再呼吁民众投无同意，认为核酸烟的问题袂使干那透过一张公投决定。大家很理性来把自己的想法来讲出来，那让社会大众来看看哪一方他的想法来值得。继续来做讨论。15暗下发表会主场会由屏东出来的民进党委曾瑞雄担任反方，正方代表是新兼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集人的核协董事长董子贤，所以真受各界关心。记者采访报道。
在这段前一阵是传出下笔案，这是引起外界的关心。昨下晡呢，伫新竹科学园区就来办一场博览会，是请300外的相关人士来参加，其中袂少是科技的厂商，是伫现场来分享经验，希望透过交流，让这个防止下笔的工作会当做甲如何。新竹科学园区举办营业秘密智慧管理博览会，来参加活动的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立月光等等20外间大型公司，300外位科学园区专业人员参加，现场坐甲甜甜。科学园区农业工会法务委员刁志仁，也是台积电法务长的谢福元表示，希望透过互相交流，来推广营业秘密管理的重要。营业秘密的管理，它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定位的一个转变，进化。也就是说，从过去强调营业秘密的守护，避免它泄密啦，或者是泄露或被盗用，已经逐步的演进到利用营业秘密的一个智慧管理，也就是创新，来创造更多的创新，从这一个守护创新到追求创新。台湾在全球科技发展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营业秘密侵权的风险也较悬，安怎强化内部管理，也是这届讨论的议题之一。各公司针对发生不幸的事情，会深深的检讨哪些地方需要再补正的或加强的。我想这个是所有厂商会特别注意的地方，管理局也会基于政府的保护的角色，共同的参与。现在的技术精进到一个地步，不是1个人、10个人、100个人可以偷的。过去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特别在股东会，甲大家讲技术保护的重要性，特靠厂商透过互相交流，互守护营业秘密，就等于增强家己未来竞争优势。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的兴达发电厂呢，这烧涂炭的机组已经停放，也毋过即马新界部所发现讲，这台电犹搁咧买涂炭。民意代表是来批评这市政府实在伤过离谱，也烦恼这公安的问题。啊，那环保局是来回应讲，针对着空气污染的防治，会无定期来甲稽查。中央甲电信民代5月下旬进入兴达电厂勘查，因为电厂备用的3号、4号机组偷偷放，引发外界关注。审计部上新的报告阁发现，兴达电厂烧涂炭的3号、4号机组，伫去年10月停放到今年3月底，后续启动的时程也未明确。但是台电去年10月要是买涂炭坑里，搁真侪届家己着火。我们的环保局知不知道？显然不知道。好，那你不知道状况之下，你需不需要做额外的通报？因为这个完全跟你的生煤许可其实是有一点类似违规。报告指出，兴达电厂统计这3年烧内的涂炭仓库，翕的着火有255届，因为涂炭放上久，家己烧开，就要紧提出来送机组烧，家己小小的才袂搁着火，引发民代的不满。至于兴达电厂3号、4号机操作的许可证，早就伫去年9月底废止，是安怎还会当买涂炭？又搁有家己着火了后，送机组提起烧涂炭发电，等后续的动作，批评市府拢唔知影，真含糊。煤自燃的现象，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了。那台电其实针对这个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114年到现在，今年到8月为止都是没有的。台电回应今年都无搁发生兴达电厂涂炭仓库家己着火状况，会继续精进改善。高雄市环保局是表示，最近3年无接到民众知情，也是通报兴达电厂烧内涂炭仓库翕咧烧起来地属火灾。兴达电厂涂炭仓库家己着火范围有限，并且敢若伫仓库内底无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后续会无定期稽查来预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带大家来看，这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了后呢，对北韩这态度是有加较友善。除了甲一寡部分这个公保证的放送头甲拆掉以外，美韩年度军演的场次也减一半。另外，这北韩这边呢是风声有甲放送头拆掉的消息，也毋过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伊是否认这件代志，讲南韩是咧含面。为了回应北韩，一直放本数气球去南韩。去年6月，苏当时的总统尹锡悦和南韩军方伫边境扩大设置深圳广播的放送头。即马1年过啊，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达2个多月，为了促进南北韩的关系，主动把这放送头拆掉。 우리 군은 오늘부터 대북 확성기 철거를 시작하였습니다. 이는
군의 대비 태세에 영향이 없는 범위 내에서 남북 간 긴장 완화에 도움이 되는 실질적인 조치를 시행하는 것입니다. 几天了后，南韩的军方马上撤掉北韩，把边境45台放上头其中的2台拆掉，因为李在明政府的善意冇得到好的回应。不过14金正恩因小妹，也就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官方的媒体调动社发声明，甲南韩呛讲因是家己想家己对，嘛用标题口说讲，少年5万拢是空虚梦想尔。金宇正除了否认北韩有甲任何放上头拆掉，嘛讲无想要改善甲南韩的关系，嘛袂甲美国、韩国坐落来对话。所以北韩无咧要求南韩敢是有甲放上头拆掉，暂停新政的公布，嘛袂延后或者是缩减美韩的军演。不过南韩的合同参谋本部嘛回应讲，北韩是无想要互看做是咧回应南韩，才会派金宇正出来放调。每一年专人固定的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一直自由护盾，会伫8月18举行。这场军演的目的是因应北韩愈来愈严重的核武威胁。不过李在明为着提出善意，已经甲今年40场实弹演习内底20场，延后去9月份来进行。公司新闻洪祖美编译。来看中国的经济，即马势面是真歹，有真侪这5000个高级饭店呢，最近拢开始出来外口摆单啊卖食的，互民众买了就会当随家走走。有学者是分析讲，若阵这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安尼跌，安尼就需要搁较侪政策甲财政的刺激来进行需求。高星级饭店外口民众排队来买饭店食面，北京百万大饭店招牌钱粉炒囝、小巴顶。即马在外口的单位都买着，因为中国经济路车消费需求加剧，企业出厂的预算减少，加上宴会预订无够，饭店业销售面积面临严重的打击。百万大饭店为7月28开始在外口摆路边摊，卖上好的钱粉炒囝，平均每日营卖130只，比饭店餐厅一日80只较济，而且路边摊卖38块人民币，比饭店要阁俗20。经济不景气，消费能力在下降，为了鼓励消费嘛，我认为啊，不一定正确，我认为是这样啊。你要如果有这么多人的话，到酒店里面吃饭，他绝对不会在这儿摆摊了，这是摊位经济。饭店员工爱搁直播宣传菜单，吸引民众来买。不过饭店销售总监表示，路边摊的利润只有10%到15%，无法度完全抵消涉案业务的缺口。路透社报道指出，最近几礼拜，中国至少15间高级饭店来摆路边摊。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餐饮业6月营收同比增加0.9%，比5月5.9%较低，才出现摆摊弥补营收的现象。I think consumer prices or CPI is a very good data point, because the price never lies. If consumer prices they are going deeper down, then it is a sign that more policies are needed and more, let's say, fiscal stimulus will be needed. 新冠疫情了后，美国甲其他大型经济体被压制消费需求反弹，互产品价小欠悬。不过中国线伫当局政策监护市场经济，监管打击几啊种产业，互真侪民间企业面临经营危机。裁员降薪水造成消费者购买力刷落落来，连续恶性循环之下，恐将引起更较严重的通货缩案。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来关心这台南7股大寮的大排呢，是当地真重要的排水系统。也毋过这爆发所互顶界的台南市风台河甲渗歹去，甲在即回这用流风台是无造成重大的伤害。即马台南市水利局是赶工咧修补，同时也来启动3道的临时防护，也甲中央来争取去做更较早的补还。为着修补7股区大寮大排差不多80米长的破坑，相关单位架设临时便桥，予东兴机构会当入场抢修。但那些风台已经过1个月啊，不过边仔海巡7股哨站，都还阁有去大海沿线变去的船只，到即马都还未浮正，就会当知影当时影响有偌大。尤其是拄仔是风台季节，破坑若影响到盐埕里，甚至顶山西寮都无法度避免，当地民众也真烦恼。效果无好，按讲现在涂刷因阮遮的。风影大，伊会扭，你扭伊口伊都拢无去啊。所以讲你已经无用空的，拍输都无起来，有法度。等下湿的时阵破去的，来个其他的雨花拢嘛不堪使用啊，规个
中长嘛是介长诶，差不多几乎到咱这个要到顶山的所在，大来大排的雨花来加改善。对这代志，台南市水利局紧急设置临时补换，好甲在即届面临用流洪台来补换有作用，阁无拄到电流，社区无造成重大损害。啊，毋过因为是应急的工程，民众望一旦赶紧完成补换修补，水利局嘛表示一定2礼拜内一旦完成。那边大概有80公尺左右的一个缺口，那我们目前已经在赶工，预计2周内可以来完成也会做永久性的一个保护，也在这个争取的里面。台南市政府已经向行政院争取17.6亿，未来针对沙埔的护育，也有大寮排水做防水闸门，要有效防止大漏水入侵社区。大寮排水的补换嘛会加强做永久性的保护，符合10年保护标准，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宜兰东山的乡公所伫旧河道呢有咧经营电动船，也毋过这行程数敢若25分钟尔，而且长度嘛敢若1公里。即马地方是真希望这条航线会当摳去到水会东园迄个观光地点。也那县政府是回应讲，这段航线到底敢要开放予公所，这是犹阁爱讨论的。这电动船由东山河、东山乡公所伫旧河道兴建码头经营电动船航线真侪年，当年差不多吸引5万的游客。啊，不过规航线长度敢若1公里，航程差不多25分，规模无大。地方向县政府争取开放航线，延伸到出名的景点水会东园。如果说有办法呢，从我们东山河旧码头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的话，第一点呢，它的整个游程的整个内涵深度会提升。那第二点呢，游客从东山河来到我们水火同源这个地方，也能够促进我们就近商圈的发展。既然有咱客来就讲伤短啦，摇头无为啦。水会东园水中出货景地，即卖已经打造成亲子公园，也吸引不少游客。地方希望透过延伸航线，将观光效益扩大。伫附近的店主因嘛拢真赞同。如果来延伸到这边来，稍微远了一点哈，可是这里如果有的话，那更好。啊，不过目前县政府当地办理东山河航运委外案，虽然经过2届招商拢流标，县政府也是决定停开，向竹山市争取可行性评估经费。有关东山乡公所建议把旧河道的航运延伸到水火同源这个部分在东山河整体河段未委外之前，县府正在讨论是否能够提供给东山乡公所来经营。因为委外案停开了后，也需要1年外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段时间是不是开放航线，和东山乡公所、县政府表示内部还搁咧讨论。记者采访报道。这苏花公路伫咧地动的时阵，常常因为土石崩塌，所以影响到交通的安全。即马为着让这驾驶呢，伫咧拄到地动的时阵，会当提早来提到这个警告。公路局伫咧苏花公路内底部分的这崩坑呢，有来试办这地动的告警系统。只要发生这规模高、进度4级以上的地动，安尼电子扛棒就会提出告警。这是苏花公路引文崩坑口监视器的画面。8月7日下晡2点03分，发生规模5.2的地动，一架白色的旅行车紧急打档因为驾驶看到崩坑口的告示，提醒有地动发生。这套警示系统为6月份开始试办，到达已经启动10届。包括仁水隧道、景文隧道、崇德隧道跟惠德隧道这4处隧道来进行这样子地震资讯告警系统的一个设置。地震规模5，然后震度4级和地震规模6.5、震度3级的时候就会发布警报。公路局表示，地动警示系统是咧接中氧气上数地动的资讯，会自动发布予对应的设备，提醒民众注意。不过有职业驾驶认为讲，这个会当保护崩坑内底的人甲车，那伫山路行的都要靠运气。地震它没有警报的。对不对？它随时要发生，对不对？那又造成的灾害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对不对？你如果说已经受到灾害的时候，你已经人在那个地方了。公路局强调讲，会当提早几秒警示，就会当提高民众伫咧苏花公路内底安全。试办到呾，嘛发现民众大部分拢会当伫咧警示发布了后，随停伫咧崩坑内底。未来会将这套系统扩大到苏花公路沿线，还有台北线的崩坑。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东的池上甲关山呢，因为观光，所以有真侪业者呢是咧来租电动3轮甲4轮的慢车，互游客来耍。即马县政府为着要加强管理，今年6月开始呢，照规定是陆续分出20块慢车的经营牌照。也毋过，即马有部分业者是因为资金等等的因素，要搁咧讨论。台东县府委托验车的业者，这个月去池上乡办理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验车发牌。一间租自行车的业者，经过检验，电池也有时速25公里以下控制等等的检查，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慢车的规范。这个月领到池上头一张慢车的牌照，正式挂牌上路。我们努力了5年，终于可以合法挂牌，这样子安心在路上行驶。县府表示，池上甲关山推动慢车旅游，业者甚至有推出3轮以上电动辅助自行车。不过因为清在传出交通的意外，游客租车无保障。去年12月，县府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制定而且公告，台东县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经过半年的辅导，今年正式实施。目前已经发出20张合格牌照，会当投保。不过部分业者的车拢是固倒起来电动辅助自行车，要摕到第三方验证出厂的证明，一台车至少都要1万块才会当验车领牌，所以还阁伫咧观察。不过即马已经正式实施，若无领牌上路，照交通的条例会向裁罚。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1200元至3600元罚款，并禁止车辆行驶。那透过我们这个挂牌之后，未来所有的业者，他们可以为车辆进行保险。因为目前业者敢来当投保产品责任险，游客保障也是有限。县府呼吁业者都要按规定验车领牌。未来县府会争取甲保险公司讨论投保第三责任险，来加强游客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这身心障碍者的证明，若准放无去，也是讲歹去呢，就要登去到户籍地来补办。也毋过后礼拜1，也就是8月18开始，这张身障证明就会当下县市来补发，民众毋免搁再搬摇摇啊。因那这社家属呢是表示讲，目前要咧规划网络的申请，对身心障碍者会当愈来愈利便。身心障碍者证明对身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文件，若是拍无去、毁损，就要登去户籍地办理补发。毋过对8月18开始，就会当下县市办理补发。有民团讲过去就有身心障碍者，因为证明拍无去，就要登去故乡金门才有法度办理，实在是真麻烦。肢体障碍的朋友啊，他的户籍地是在金门。但是他居住工作的地方，还有他以前就学的地方是在台南，然后变成说他有一些需要到户籍所在地去办理的东西，是非常的不方便。为着保障身心障碍者的权益，15社家属和民团斗阵开记者会，除了说明新制度，让身心障碍者会当伫因方便的所在直接办理身障证明补发，嘛有咧规划网络申请，安尼就更较优先甲利便。所以我们在系统上，第一个还有一些要克服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线上申请的部分，就是要跟县市政府再沟通，他们还是有一些疑虑，我们可能还要克服这2个困难，但还是有机会做线上申办的。另外，嘛有立委指出，因为身障证明的材质是纸，民众常常使用，真紧就会破去。所以嘛，建议社家属未来会当换做甲身份证、健保卡同款的材质，方便身心障碍者使用。社家属表示，会甲建议早登去做讨论。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这社会上对处女膜呢，常常有一寡错误的观念，其实伊甲女性是毋是在世是无关系的。伫几当前，是有立法委员甲民间倡议讲，爱甲一寡有性别歧视的这个名甲改好掉。即马政府已经甲处女膜正式来改名，改号做阴道结膜，也是讲阴道斑。嘛，甲这个恶露，也就是华语所讲的恶露，改做是产后的排出物。处女膜这个词，真侪人会联想到是女性的第一界性行为，也是来分辨女性是毋是在世。有妇女团体表示，这个知识毋但无正确，对女性来讲嘛无尊重。经过民团的呼吁，政府一定甲处女膜正名改号做阴道静膜，也是阴道斑，嘛甲恶露改做产后排出物。今年的教育部在他的国语词典里面也把处女膜这个字改，就是说重新定义，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啊，就是
阴道前膜或者是阴道瓣。拜告民团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出真侪医美诊所会打出处女膜修复手术的广告，内容充满错误的价值，亲像一个决定换来一世人的信任这款标记。民团认为诊所用处女来做行销，这款手术的行为应该爱全面禁止。不过妇产科医生和卫福部拢表示，要全面禁止手术是有难度的。我们的想法是说，不能用处女膜修复术来变成一个收钱的一个工具，但是假如它是阴道前膜裂伤出血，那应该这个修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要治疗疾病。没有医疗的必要性，是想要跟需要，这是两件事。其实这需要讨论啊。卫福部认为，目前上要紧的是传达正确的观念，给民众对这名开始，唔那是医疗现场拢禁止使用。未来健保计划项目嘛会调整，避免使用有性别歧视的称呼。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要挖300栋历史的台南市定古迹洪神庙，这庙后的空地呢，受业者拍算要来起大楼，在地有人是真反对，这是违反着文化资产的保存法，要求市政府唔通予通过。也那这文化局是来回应讲，已经有协调地主，甲5层楼的这大楼呢，降做是3层，来缩小规模。由民间组成的抢救洪神庙联盟，暂时提大型配壳，内底装的是5000支的诉求，要向市府表达守护洪神庙的决心。主要因为有将近300栋历史的市定古迹洪神庙，庙后壁本正计划要起一间5层楼高的民宿，不过因为离庙干了80公分，惊庙体会损害去，兼影响整体外观。当地民众嘛认为安尼是无解妥当。起一间现代化的民宿咯，安尼咁好，咁无解偌好啦。就还是可能要保留一下文物啦。两岸的那些官员都是会先进丰城庙这边朝拜，然后才会进到那个台湾陆地上面来。这整个是台湾府的一个门面，重要的一间大庙。怎么可能庙地是这样子破碎的？洪神庙头前的接官亭甲牌楼形成完整的历史风貌，不过因为庙后要兴建大楼，引起民间团体烦恼。联盟调一人强调，以文化资产保存法34条第1项，营建也是其他开发行为，拢袂使损害到古迹，若要起诉嘛袂使妨害到。尤其正前洪神庙打落重本的修复，也为着建筑去牺牲着历史价值，因认为安尼无啥理想。文化局回应已经有参地主协调。会定设计改建案。从原来的规划，从5层楼已经现在下降到3层楼，地主也愿意再由庙方后面的背墙呢，再退缩更多的一个空地。它的地目是4，慢慢的怎么会变成呢？在民国79年的时候，陆续切割的3块私有地，民国80年就被卖掉了。可是中间我们觉得那个过程弊端重重。经过了解，1994年市府把洪神庙划作古迹保存区，不过庙后的1417地和这块地无划入去，所以这块地是会当起的。但是针对文资法第34条的规定，文化局要求地主要提出安全评估参监测计划。文化局嘛讲，地主伫7月底已经照规定定上案，不过监测计划搁爱补件，到时才搁定审查。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基丁的海军技工宿舍交予中山大学了后，这校方对10当前开始透过3官学的合作，陆续把这趴远的宿舍改造是长照据点，也有各种艺文相关的场所。即马学校呢，即天是欢喜来宣布讲，最后一搭这宿舍已经改造完成。主任将电话测度，也代表基丁的社区大学据点，甲唯一的独立册店，对15起会伫海军旧宿舍者为大家服务。册店店长讲，旧宿舍的翻新，所有工课拢是家己来，甚至连册架啊，拢是伊去捡房啊回来，甲社区大学的职工豆豆啊磨，豆豆啊顶。店长讲，放弃进前的店面换来遮，一切拢是重新开始。当然，伊的册嘛有特别见过。我希望大家来遮的时阵，会当更加了解在地。而且佫有居民，佫会当参与伫遐交流，所以有了啊改变的所在，就是阮尽量会当互大家知影讲造船产业，还有海军的这个设施，关系咱在地一寡少年人，也是讲想要往迄教学发展的，所以遮的据点希望是一个人才培育的基地。
无论是社区大学，也是独立册店，拢将因家己当作是推广在地文化甲培育人才的平台。这也是中山大学对10年前开始改造海军宿舍的上大愿望。校方讲，这区旧宿舍爬远上久，无人愿意打卡到。这10年来，透过产官学的合作，引导台湾款一搭一搭整理。这阵唔有照顾时代长照据点，阁有艺术家来驻点。随着最后一搭宿舍完工，后续的工课也准备启动。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在地的人文跟教育需要来兼顾。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进来这边的进驻的艺术家跟店家，都是有一些社会关怀跟回馈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创心理。校方公开10年时间来改造海军旧宿舍，现在建设备已经准备好势，各单位也刷刷地进驻。希望在咧培育人才的同时，也当替基地的发展带来帮助。记者郭家朱、超勇、郭永昌报道。去到日本佚佗的时阵，真侪人拢会去食这年轮的鸡卵糕。其实这款鸡卵糕呢，是一个来自德国的这个师傅，伊是伫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来到日本做政府的时阵，才把这项技术传过来的。一圆一圆的鸡卵糕，每一圆拢是正水的圆形，装伫咧正水的礼盒内面，互人看了就嘴软擦擦地。对人客满意的表情，就知影讲，年轮鸡卵糕伫咧日本有偌受欢迎。排队的人客也講到因外喜歡這種龜苓膏。やっぱりふんわり感ですね。はい。日本だと百貨店とかでバームクーヘンだけのイベント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った時でもいろいろ楽しんだりはしてますね。不過，這種年輪龜苓膏並不是日本發明的，是德國傳統的點心，傳入日本已經超過100年。業界普遍認為，這種龜苓膏來日本主要是因為一位叫做尤海默的德國龜苓膏師傅，伊本來伫咧山東青島的租界開龜苓膏店。第一遍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伊便對政府到日本帶來這種龜苓膏。ドイツの食べ物で間違いないし、そんで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を日本人なりにアレンジしていろんな味が出て、焼き方もいっぱい出てるから、きっともう日本のバームクーヘンっていう捉え方は知ら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ね。尤海默當初店的古建虎營，伫咧瀨戶內海的樹島，一直到即馬。島上也有文書團體會展示安怎伫咧竹筒頂頭淋一圓一圓的米果，模擬全日本第一代年輪龜苓膏。文書團體講，尤海默要閣繼續一直做這款龜苓膏，表示伊對戰後的生活有正大希望。捕虜の生活を通しては、ユーハイムさんが菓子を焼かれたことの中でですね、ユーハイムさんがおっしゃってた平和はきっと来るという平和のお菓子作りに対しての平和の願い。尤海默要是留伫咧日本，伫橫濱、神戶等所在繼續開店做龜苓膏，一直到伊過身。因為日本人認為年輪龜苓膏的外形看起來是長氣秀、興旺，所以正緊就開始流行。即馬老人結婚生囡仔，攏會當做禮物來送。後回食到這種龜苓膏，就知影講有正豐富的歷史。記者綜合報道。那下晡晡的天氣到底是如何呢？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回來了解。北部地區30度到36度，中部地區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區29度到39度。東部地區是29度到33度，外島地區28度到33度。一個未來3天的氣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謝你的收看。下禮拜一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